做调查，幾多上60歲嘅大哥大姐，就算退休嘅，還係想要學新嘅東西，佢有自我突破嘅熱情。發揚同學會特色設計3種挑戰，共下討論選出1個項目，大家使忙勇敢完成。準備了，推能共下展開一場去派對追夢里程。我很喜欢峨眉，从小长大的地方，有一点恋这边，所以我就跟先生商量，然后就回来了。1805年時就退休咧，轉去故鄉，轉去太子家攞咧，後生啲我輩大病，嗰時講同學偏喺年紀，大家係咩念窮下來，大家敘舊咁樣啦。可能因为我们从小在这边长大，就是有点像兄弟姐妹一样这样子，那种感情就是这样子。再來全部得禮拜，甚至於禮拜後2、3日全部共下吼。小燕一直是當老師，當有同情心的人。然後有吃的，有玩的，然後有工作的，大家都在一起，不會去計較。因為這個年紀的不會說去計較什麼東西。應講係志同道合嘅伴啊，了啲同學是最好嘅伴啊，用慢慢嘢啊，年紀同樣，講嘅話題同樣，生活嘅方式也差唔多同樣，也互相照顧啦。我今日來到風景貴江嘅新竹峨眉嘅東方美人茶蠻熱有名哦。聽講我也拜訪嘅上面大哥大姐，因為辦事呢沒有天造茶喎。不過因為今日唔係同我約睇茶園，係咁嘅嘢，有地方一定有乜嘅故事，然後嚟問伊呢。哎呦，雜咁哦，哎呦，對。他個人擺下床誒，好，我係愛人擺下些，好來。挑戰嘛，未啦。有啦，有啊。3胞胎啊。應該咁樣好先嘛。偏啊，有那個病蟲害啊。應該就要睇咁嘅嘢，就糖到上來。我們挑。你嗰種係點啊？呢一條嚟執啦，呢一條。感覺個吃鹽呢，嗰種煮嘅方式。呢一條嚟。小燕姐姐。哎，看到條條啊！看到，哦，嗨，係哦，哎，喺個叮當叫咯，歡迎，當添工人啊，係，今日你打工，청양고，哎呦，當好，哦，嗱，我準備好未未？我等你隨時等你可以工人喎。上面大哥大姐係讀國中時期嘅同學，自細唔係睇茶陽行，就係睇個人地度穿上穿下。他爺雖然個個下山發展，唔過退休過後就回到家鄉峨眉。上行嗰個又冷又有風足嘅雨水，嗰所一片嘅同江屯茶都一定出名哦。小燕姐嘅印象，峨眉先有名，拍到茶嘛嗬。人哋弄個肉睇咁嘅嘢咯。頭擺咩係茶園，因為頭擺茶冇像厲害按有名。所以當然政府鼓勵啲就農民種甘嘅，係對。哦，嗰種更加都會睇出啲時節嚟哦。所以你喺當欠嗰種風欠風應該。哦，剛唔前嗌都前唔錯嘅，我係呢擺正咁嘅咧，我見唔錯嘛。唔係嗌搞你見。其實咁啊，你看你記得喺順頭嚇，係要合黃，要咧其實一對帶下黃意來。咁嘅樹嗱啲行啊，比較底層係要黃咧。大部分咧就咁嘅是熟嘅嚇，咁樣啊睇出嘅時間人就欠工哦，當欠工人咯，係哦。而家農業路安尼嗬，係因為啊，後生人做農係較少啦嚇。喺嗰種你係咪就係為上夫聽書啊？我係捱好多呢度同學啊，做乜嘅簽到呢度同學嚟幫忙，誒互相。哦，就係我知咧，哦，我揾工嗬，未見我揾工。呢啊雜學係。咁媽媽得拜會嚟，你行摘茶幾位聽聽咪留雞拍頭角，拍頭角，哎呀，買外號啦。
啊，中些條南冇事啊，哎呦，没有，哎，所以貴族嘅時間係興住拍球角，嘿啊，对对对，擺頭風啦。嘿啦嘿啦，邊面啊，哦，嘿哦嘿啦，人工撈起來等，係咪？係咩？你下都攞嚟佢講啊，一下唔看到捱咗下師傅上咯，見到偷條啊，樣出來，哦，打機嘅，見到會做上係你係咪？好，剛才嚟佢是做咩咩？好，嘿實實做，係啊，好好些時間。你係片咧？我可以嚟錄 Q 用 Q 用，你係咩冇 Q 樣啊？係啦，阿先嚟看形狀，哎真的呢哎啦，哦，安尼嚟咧，哎哇，呀，地可以到種哦，哦，是夠重要哦，係哦，係哦，我青後亂種啊，哎，我當後種了種該，所以有乜個新品種還是種，哦係哦，哎呀，你是放感，哦，唔看了，講哦，講係啊，係啊，有嘛，係啊，按排水本晒，係啊，我講係有咗咗，你咁嘅後，你看你拍拍嘅後冇相干，你係硫磺，你唔係農藥，你硫磺嘅樣嘢。哦，然後我哋啲醋嗬，冇用些咧，冇些藥嘅，冇使用嘿，全部用拍嚟愛護我們自己的土地哈。哦，你冇將來印建印屯後來水嘛？哦，唔咩？切掉是那些的，唔是屯後水，係啊，我哋白嚟切看咧嘛，也係落去啊。好，做些係，哎呦，輕你眼係這個唔拍定，輕眼唔拍。哎呦，你水夠要按鏡了哈，哎呀，哎呀。人家出門唔是帶水，全部砸啊都嘿，對水。對對，哎，然後工作力壓嘅啦。嗯誒，今年易水高少高甜咩？嘿，因為易水水，所以哈，佢較甜。哎，你其實根本唔是當多水，咁呢？你通常安尼，比如講煮邊，我要煎一道啦。哦喲，見見哦，冇酸哦。冇安樣啦，平常時哈，一撒進去啦哈，600到800斤。 600到800斤。安尼一人差唔多，一人20斤，一人20斤。嗯，我上次人最少。哎呦，哦你要真講呀，將你按揭按台按一下就價。有了。一下就有人龍見人引見，哎，做人引做做上去。哎，你吃下就低了。哎呀，我這個講，你去必須的我看嗌你食點時咩？都盡量粒都係食點時。哦，咁係做事。好，我應該要剪高一些的。嘿嘿嘿，你還我講，弄起來，來有，哎，必須出來有，哇，比賽嘛，突然動作加快，所以他有壓力，你啊，對啊，必須必有體面有獎品哦，哎呀哈，我一聽到這邊都會計我幣啊，睇埋幣一半哎啊。呀，哎呦，哎呦，我哋見慣咧嚇，一隻數是兩隻呀。阿姑嫂嘅貴港嗰屯成長高路頂上來屯小燕姐聽哦，書啊，買到市場的啦，以後是哦，愛做些，以後了大家全部係全部啦。哦，哎睇能有位小燕姐妹會去，該獻啦，該捱來天數幾冇啦，天數啥做的，冇拿工錢的呢。其實哈，我哋就全部搬做搬了，因為退休的嘛，所以唔係講完全專業啦。正常睇過魯冇中港咩？冇，都係中茶。我中茶。哦，咁所以你係會去聽雜茶啊？喂我有聽講係你有摘到啲茶嗬，全部本佢哋有本呢，係啊你又唔是買茶嘛？嘿哦，嘿哦，充電沒按鈕嘿啦，嘿啦，哦，嗰種充電唔咩正經做工啦，嗬。沒啦，太搞好神奇啦！哎，你攞安尼嚟安尼所有身上打這個安尼，嘿，時間過又過呢，嚇快咯，還唔會到咧，包白一樣嘛，摘nem了，真係。係啊，白嘢要超啊！厲害！我頭擺本來身高180呢，把呢包全都150。來哦，來我啲秘密花園，做水下吧，做甜甜是來了，它紅撩一下，搓一下。哦，還有秋千哦，哦。你係啊，你要咩同學嚟聽講啊？從你啊家嘅嗬，咩係同學聽答嘅？以前好啥時係學啦，但係同學都冇去啊嘛，誒，演技會就出來咩啦。阿度都比講貴港泰國有一啲愛好嘛，拍頭角係咪？啊，你兩三咩有愛好下？嚟細細時他太橋啦，他面板他太好，太不卡啦，另外就太反水。哦，係哦。下面就白肉。哦，那小燕姐有哈。哦，我要哦，我
我会好亲神奇啊！因为你头摆细细哈，当为老皮啊，这人呢又很难食啊，买上讲，面是无啊，老师是本来一只外号，那小黑猪啊。对，叫到國中哦，係冇各種很青龍眼啲嘅啲只外號。哦，係哦。小黑豬，其實是青條條，用咩條條？都食唔食得？都食唔食？青尾拿書呢，係係啊，彈什麼腳邊嘛？係哦，係哦。大家做風紀股長，大家冇角度，咁呀，我好多都看到誒。也係人咧畢業紀念冊，畢業紀念冊。有嘛仔？係哦，係留嫩咧，嫩班天奶。哦，你我攞放牛班後歸嚟。你自己冇編呢？你真的老起來等呢？是啊。真緊呢？自然有喺田道啊。真緊呢。你看那太番薯天奶。唔看到聽啊，最太價嘅就。不款名。呀喲，哎呦，去演到呢？係啊，宇宙他演得好犀利。啊，會不會小黑豬豬，中係對黑龜嚟，會不會嘅相片有哈？有，有看到咧。唔咩冇嘛邊呢？有啦，有邊啦，現在變漂亮了。哦，這樣子，哎呦，你真的會講話。那個妖妹山呀，可以講追啊，可以講唔敢做。講都唔聲音，真的會撩妹啊！會啦。伊能講起頭擺讀書嘅事情如精神百倍，也咪因為有幾多同學退休歸到峨眉，故所伊能行勝利必得愛向協會，做得個每禮拜如睇嘅開同學會，一到泰國太子退休過後嘅人生，應該送本伊能那種愛感有時的突破伊能自家嘅挑戰呢。伊能做乜嘅如韓國眉頭，未韓國有啲挑戰爆手錶，應該靠唔幫伊能拿好。無路來行，無學過樂器嘅人，喺茶園巷辦一場烏克麗麗樂器演奏會，嗰場咩唔會冷漠，也係本國家卡嘅人，向下來開下煮茶傳茶，賣水果茶店，又咩係睇田莊下工業嘅以外，過試過新式嘅經驗麼？最近有行動餐車來做小生意哈，我有興趣。有想，但是因為我們年紀比較大了，會怕說，出去賣不知道有沒有生意，再來一個碰到熟人，有點不好意思，這麼老了還出來賣這個，嘿，唔會派血，因為我個性是，唔會派血咁樣嘅事情，出去講我賣物嘅哦，睇下來捧場啊，嗬，來試看啊，嗬。係，唔過人哋挑戰係我自己做哦，自己做，買嘅東西自己做，那也好嘛。三明治啊，簡單啲嘛，也簡單餅哎呀。哦，盡量打下溫咩事啦，咪是下溫事啦。哦，看起來嘛，佢做過嘅嘛，佢做。我做過嘅啊，好，跟烏克麗麗呢？我音樂感其實我的動力感還蠻不錯的。哦，音樂細胞還冇興趣啦。我對音樂並冇按嘅咩係按清楚啦，因為頭擺嘅嗬豆芽嗬全部看唔見。講泰國派演奏的嘛，我腳是邊冇有。藝術當腳當我都冇受，而家嘛我派演未講嚟。這完全唔會受啊，唔會講啊，唔會講過。想要挑戰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我們爬樹有沒有一樣，因為我常常在樹上爬上爬下的。討論下三種，嗰種路有個人感覺，伊做得啦，有個人有感覺有18手，你講下，等下路看下人的默契有沒？我講1、2、3人都講，自家想去挑戰呢，好冇？來給聽好冇？誒，少數服從多數呀，也講聽哦，好嘛？好啊，好啊。看 Annie 身上有默契嘛？看面色是啲咧。看面色啲，咁唔好扭龜啊，講出來都冇用咗水扭龜啊。對。好，剛才可是倒數嘅哦。好了，1、2、3，攀岩。冇講好嘅哦。看見面啊就啲咯。哦，係啊，以下攀岩。你家就好搞。哦。當然做料理
是会较简单啦，吼啊，不过呢是去到讲当日就该适合啊，希唔希来改变一下，来攀岩吼，试看那了着露骨头吼，很耐好无？印象中唔会讲按困难啦，就是脚力，可能跟脚力有关系。那手的抓的话，我看过，我觉得好像应该 OK， 但是还没做也不知道。哦，刚刚的路来练咯，好，刚刚的路去尝试哦。爆手表是对北山发展出来的一项运动，泰国太极挑战的爆王双运动，会系吊带，还会挽手的，会有教练可步的路线。故所挑战爆手表，霹雳爱好以外，集中力、平衡感、软速度同协调感，也按导项、手艺项都做唔得咯。哎，哥哥姐姐，哎，得来了，哎，俺哋今日来都有嘅素菜啊，就是要来挑战的味素。俺哋要挑战的是台湾青果的攀岩的高度，有一个呢，你会过上个地方，俺哋去看啊，露台地拜，对呀，係啊，呀，哦，按果，哎呦，哎呦，阿妹哦，这是我们要爬的吗？看到你脚苗了，看对你天啊！哎呦，你印象的按简单了。哎，俺哋最尾会把松鱼哦，啊，对呀，哎呦，该心脏要跳出来，唔要改天好啊按！果，唔免去按爱你耶，还上来个子较细，较有型的呀，你来按果啊！嘿，哎呦，看看那样一个啊，按你一个，死真了，是这样的。三针来爬油，唔单了，针来油按果啊！爱看爱爬一针就好了，你看这个一针的话，它一针是差不多了。我跟一个啦，哦，冇，俺哋尽量要挑战都成功。对吧？唔对，用的把松鱼哈，嗯俺哋嚟请教练，可能教练用来同俺哋哦讲，用来训练，好冇？刚才你要先问海，我去请教练，好冇？好嘞，来，心脏会点的。我哋有许多攀岩场哦，哎呦，看那去吼，这个黑一下，像你下咁有可能爬上去。脚扭扭会僵哦。太高了，太高会有点恐惧感。说实话，脚底有一点痒，那心里也有这样，我不会讲的感觉，就是有点怕怕的。也系家助教练啊，带了傻妹哥哥姐姐，好，我们要来拜师，来攀岩。对去攀岩过。唔单唱哥哥姐姐哦，爱路冇攀岩过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都可以。我们岩馆这边有分2个部分，一个是要爬高的，那一个不用爬高。那我们先从不用爬高的开始。攀岩呢，最简单的就是你要去用眼睛去看石头。OK， 你要手要抓哪里，然后脚要踩哪里，你要找手可以这样子弯起来的，这样子可以抓住的，或者是你可以这样抱住的，也都 OK。然后脚踩的时候呢，用脚尖这样踩，好，然后手呢尽量是伸直的，对啊，试试看，好，各位哥想试看啊，好，然后看好石头那个橘色的还不错，对。睇下书搭上的时咧，有我讲，以后做过哈，做到一hen哦。好，来脚踩回来，不用一直交叉，脚踩回来，然后把右脚踢过去，对。当地有真少的创意，该人家开始行慢，冇按好做慢，哦，该有颠冇去爬过吼，会僵哦，会僵哦，真正会僵。大哥感觉嘿啊，好像很轻松呢。哎呦，你看起来按轻松啊，头都按了吧，刚够用呢。做对了，都对了。第一步按做对了。哎呦，那刚刚教练看看我们国光大哥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有问题的吗？就是脚在踩的时候，这边如果用脚尖去踩就会更好了。都要用脚尖。对，那我们轻松的爬的话，基本上就是手不会去弯起来，手会放轻松。有没有像猴子一样，就这样很轻松的这样荡来荡去而已？手一定要抓紧。对，
看你爬很轻松，可是是不是有一些小的诀窍是初学者很容易忘记？第一个呢，就是你刚才有看到我手都是直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那初学者很容易一上去之后就很紧张了，就把手拉起来了。OK， 对，那就会很累。然后另外一个嘞，就是你在爬的时候，我们2个手跟2只脚是4个点，对，那我们一次只动1个点。OK， 那其他的3个点就不要动。有些人会很紧张，一次就出2只，然后就掉下来。对，你的身体会呈现一个正三角形，或者是一个倒三角形。小燕姐，那我们来试试看。对，我试试看。对，我手那么短，要先看哪一个好了。这个绿色的也不错。对，往横的是吗？对对对。没有来抓你没办法去碰。好，对。然后左手可以上去抓，对啊，踩上去还是有点怕啦，但是有一点想要挑战的那股冲动，那就上吧。手移过来，好，再动脚，有没有？一次我们只动1个，所以我可以这样动吗？对，可以哈，直的嘛哈。对，好，然后右脚踢过来这里看看，踢过来这里。对，好，来，那不行，2只手抓同一个点去做交换。好。对，这个也是一个技巧，这也是一个重点。当你找不到点的时候，你可以换手，一直往高，一直往对，然后要用眼睛去找石头。来左边，对，很好。好胜嘛，有一点，因为我就觉得说碰到事情就是往前。厉害。好，然后左手抓上去，就想要拼啊。虽然是男女有别啦，但是你也是做农，我也是做农啊。我想我应该可以从左边爬下来也可以。看一下这个点，你这样会越来越高咯。3点不动，1点动，什么正三角、倒三角。然后其实我们上去以后就只想认真抓着，没有考虑说什么3点不动，1点动，然后也没有考虑什么正三角、倒三角。对，好，有点很厉害呢。对啊，爬壁来我讲你爬梯摆刚公用呢。心功卜卜跳，然后呢手有一点酸。对，可能就没有抓到诀窍，可能是这样，而且可能会紧张。手会滑滑的吗？不会滑滑手，手有一点可能抓太紧吧。对，这边有点酸。对。对，那这边会有点酸的话，你可以稍微伸展一下。对，这样子伸展。对，因为平常我们在做任何运动的时候，这边都比较少去用到。那你就在攀岩完之后，你可以自己这样伸展一下。有一点喘咯。对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全身的运动，就是这样。那每个石头的形状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有些这很好抓。很好抓，可是当它石头这么小一个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抓住它？对，那这时候呢，可以稍微的这样弓起来之后，把大拇指也扣上去，这个也是一个技巧，可以让你的手比较有力气。那我们试试看，来这样子稍微弯起来之后，把大拇指压在食指的上面，这样就会比较有力气。那待会在爬的时候，可以稍微试试看，说有小点的时候可以这样子抓。是他一直说它很重，这个有差别吗？不会，没有，都是支撑自己，所以就还好。所以脚就是脚尖，对，无论如何就是用脚尖去踩。听听的哦，我们趴小心哦。对，稍微摸摸看，对，稍微抓抓看，可不可以用力？对，用力一下，然后就我较好，我一开始我想81公斤用个体重，咁有办法爬，冇想到输的力很拉，所以是去到冇按手了。要下来黑色，对，然后大拇指要抠着，对，好，然后把右脚再往前跨一小格，对。那边就好，没有，OK，那边没有小，没关系，这样就 OK 了。来，先下来吧，休息。下得来。OK， 不错，对啊 ，OK 的。头头敢用呢？第一摆上去，安尼敢用呢？精神肌我一口是有点喘不会不会哦，你就不太调理。
我觉得大哥大姐很厉害哎，我都会不知道要挑哪一个哎。好，然后你把脚先踢开，对，然后左手上去，这是右手，换一下手，没关系，对。好，你把左脚踩到紫色，你右手先搬这里，这里，对。好，然后右脚踢这里，好，然后靠你的左脚用力蹬的时候，对，好，很好，然后脚再踢好，哦，那边很小，哇，这好小哦。对，所以才说小点一定要用脚尖去踩。好，OK， 可以了 ，OK。不错。这么小的石头的话，你可以用脚尖，用脚的尖端去踩住它。吃宽那嘛？尖端，脚的尖端吗？这样子吗？对，这样子，对，这样好像没有很着力点，好像不够，会不会？不会，它其实是够的。来，那对，试着爬上去看看，对，用脚尖然后蹬起来，对，很好。哦，一直这样，不行。好 ，OK。你啊，这样按树摸好走啊，唔係像按拍樹呢，按樹扎字，这係打不规则啊，按嘅着力点啊，做嘅地方啊，冇按常嘅講按順啊。我經營係鐵拜攀岩一開始時係想講，有可能怕冇攀法，經過嘅教練指導以後我就去爬，並唔係按困難嘅啦。接下来我们要横着爬咯，所以那这边呢，手抓好，脚呢踩好，然后这样是一个正三角形。抓到之后，在移动脚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会变成一个倒三角形。爬的时候啊，把重心放低，然后肚子要收起来，对，你不能这样一上去就这样翘屁股。对吧？就不要这样翘屁股，要稍微这样收起来。去。我都打先锋。然后脚可以跨开的话，尽量跨开一点，没关系。蹲下来。好，手要直。好，然后右脚先移动踩下来，红色。对，好，换个手。对。好，左脚有没有倒三角形？好，然后再踢。对，但是你的屁股。肚子要缩进去屁股翘了，屁股翘了。至于那呢是嘛呢？缩肚子啦，因为按爬树我们是注意过嘛，缩肚子，你爬上的时候啊，肚子要缩，哪一个肚子要缩？对，很好，不错。另外一个重点然后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手不要太用力，拉的一直整个拉起来。因为你看起来就拉得很轻松。要看哪一个。换手，你要问哪一粒？后线都有。来抓下来一点，对。我去到最难的地方，我哋就要腳然後手啊嘅協調性縮小腹，因為我肚臍按太窄救唔起來。人生應該有力呢。太下來這邊一點。好，等一下我看看。然後蹲下來，對，蹲下來，肚子要用力，右腳可以踩下來，對，右腳踩下來，這裡黃色，這個，對，我看不到哦。好來，有 ，OK， 好，手蹲下來，蹲，對。哎呦，練看。哎呦，看嘛啥話？我唔知做會緊爬緊過咧。泰國太子啊，屯崖，如喺鐵拜來吃一個白岩攀岩。唔過伊能可能真正迄種伊能講嘅係徛腳頭嘅哦，伊能咧手腳就蠻易有力哦。唔過呢，我像教練講嘅，一個強鬆，因為教練真正看起來個強鬆吼。如係像伊講嘅，愛核心愛個有力，古時我都蠻多嘅，我還是得帶伊能去，那我伊哋訓練嘅方式來練一下核心，還有個奇妙嘅方式跳蟲。我等下帶伊能去吃看啦。彈跳床運動嘅是每從細人嚟搞跳床用嘅，仲喺嗰度跳嚟個路係表現等子咯。實際上有幾多搞其他運動，假如跑酷嘅選手，為到愛養生韓國生發團評分，都會用彈跳床來練習。因為鴉片，這邊你們可以先在這邊，稍等一下。
安琪美味手菜哦，哎，哎，忙是跳过的哦，一个洞一个洞，好像池子哈。这是我们就是你们今天的训练的场所，要一人一个，那你们可以先试试看。好来，就是床好弹跳床试看看，跟你平常在跳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？对，一人一个，一人一个，一人一个。哎，对，可以试着先跳跳看，对，轻轻跳，先轻。没看到嘛？哦，你阿敢有办法跳？啊，塔巴哈伊咧吼，哎呦，该像鸡巴用尿尿呢。那在开始之前，我先跟你们介绍一下，就是有专业的教练帮你示范怎么玩这弹跳床。教练示范。哎呦，哦，可以这样子哎。对，这就是再进阶一点。那待会儿会先教你们一些基础的跟基本的。OK， 那我先示范一次。那请你们先站在那个灰色的地垫上。好，这会训练到就是手脚的协调，所以待会就是跟走路一样，那你手也要摆动，一格踩2次。哦，一格踩2次。右脚，嗯然后左脚再上去，嗯，然后一样，就连续的走动。对，我脚那么短，看可以走。可以没关系。你说左脚先是吗？对，都可以，都对对对对对对。不行不行。会不习惯对不对？不行。刚刚这样走第一次，马该感觉。我来感觉从有没有分的哟？哎哦，因为你按硬背哦，它会带动我们的力道有没有下去？它会有点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。对，带动你弹起来，那我们会好像不稳的感觉。嘿吼，树叶摆哦，好可爱啊！进了进好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这个平衡感比较好。好，再试一试看看。试一下哈。对，好。哎哈，协调性越来越好。对，好，越来越习惯了，对不对？有按后告哦。最后一次好，那我们回到刚刚自己的位置上。好，回到刚刚的位置，自己的格子里面。啊，这格子里面。对，抓到协调，手摆动是平衡啊。对。待会跳的时候也会运用到平衡，OK， 跟协调性。好，我先教你们轻轻的跳，跳起来的时候肚子不要往前挺。往前挺，容易跌倒，会弄到腰，会受伤。肚子稍微收一点，你就会这边会用力，脚掌全部都要碰到床，膝盖不要这样子弯，要弯。对，稍微打直，但是也不要完全都打直，微弯。好，我们试着一只脚往前，好，然后再交换脚，好，看可不可以连续的交换，前后交换。轻轻跳，慢慢跳，身体放轻松。哎，要平均分配没有那么简单哎。我们试着换打开的，开合跳的感觉，打开合起来。不敢看哪里，晕。看正前方，看正前方，对，正前方。我们会越跳越高呢。对对，会越跳越好。回到中间。哦，停下来的时候会不稳哦。不稳，是不是？对呀。跳起来的时候会左右起。那这就是会运用到你核心的力量，就是肚子这一块跟腰，但是你要微微用力，它就会对，像你这样跳就不会前后左右跳。我脚没理起来，脚抬起来可能就会。对，那跳的时候记得就是脚掌全部都要碰到床，不要踮脚，不要踮脚，不要踮脚，怕你们会重心不稳。抬头挺胸，对，肚子不要凸出来。肚子要缩小腹，对，缩小腹。哎，有，你看你们都跳在原地了，不会前后左右动了。不敢看，所以不知道。对，肚子要出力哦，肚子腰都要出力，就不会乱跳了。感觉你两边子都掉下来。哎呀，不是眼睛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往别的就会掉。两边的肉会掉下来。然后手可以稍微打开，因为你跳在空中的时候要保持平衡，轻轻跳。好，踩到床的时候有点垫脚尖的感觉，垫脚尖的感觉。怎么都是我出包啊？对，好，来再来，手可以稍微打开，保持平衡。我不能肚子不要凸分心，出来哦，肚子不要凸出来。不行不行。
越歪，所以它就是全身都要出力。我跳的时候就不用讲了，我完全那个平衡感没有，然后跳了都跌倒好几次。好，我们请第一位大哥先跳跳看，对，互相上去的时候，身体可以放轻松，那踩到床之后出力。对，好，可以试着踮脚尖，脚尖用力，脚掌踩到踮脚尖。缩小腹，腰杆要挺直，头身体一直线，让唔会讲跳的时间也会甩背。对，跳起来的时候身体放轻松，hold 住 hold 住。对，踩到床的时候用力。哦，有哦有哦有哦，越跳越好，有 hold 住就有哦。对，跳起来的时候身体放轻松，踩到床的时候有点垫脚尖的感觉。有，不要让我分心，等一下，好，你专心，你专心 ，hold 住 hold 住 hold 住，小心，小心小心。太好了，你还有吗？真的吗？哎，我还是不行啊！哎呀，没有，你后面，你前面很好哦。弹跳床运动真係有氧無從上嘅按改身呢，佢硬能跳到 QQ 幫路底嘅。唔過練過一部分基本彈跳過後，又天天嚟耍到節奏，路越來越低，按用嚟控制眼神，有規律、有節奏嘅運動嘅。立定跳遠，手往前擺的時候，哦，厲害哦，慢一點，慢一點。哎，不錯嘞，手往前擺。對，厲害哦！真的，換我，經不起誇獎哎。剛開始跳的時候好奇，然後又愛玩，可是跳的平衡感不好，所以一直跌倒。後來再跳的時候，有抓到一點點訣竅，可是我覺得我還是沒有達到教練講的那種要求。雖然係啦，講姿勢和摸脈來抓到要領，但是按跳的時間哦，大家互相加油哦，按感覺哎呦越來越有信心，越來越有信心。瑪麗，要吃那個香菇啦。3，試試看轉半圈180度。那一定要很高嗎？不用很高，不用很高。半圈啊？對對，踢屁股。對，然後你可以試着看可不可以踢到你自己的屁股。哎呦，要很多次。不要被老師騙了，老師看起來都很簡單。可以再高一點，看可不可以高一點。厲害！哦，轉圈。哎呦，阿苗哎3、4，轉彎。後退3圈。可以嗎？給踢屁股。你送一節課下來，真係個跳呢。韓國有講中，佢冇講中，檢查真係佢聽人講過，捱冷清晰呢，咪好。不過呢，也講過佢到安尼嘅課啊，確實對泰國太極嘅核心啊，韓國手腳嘅協調啊，真係有幫助。因為聽講過，原來進步真蠻多哦。故所非常期待，原來真係100個月5000個月攀岩嘅時間，我講過原來會進步韓國多。我繼續去教誒。按樣嘅運動吼，演戲你到去接觸的時間，感覺到還可以啊。有些人做演戲搞解吼，當然感覺講演到後上很重要。應該是有訓練到體力，全身都有動到了。看起來當好教，不過我看吼，佢運動量吼唔輸其他運動呢。像我好打籃球，結果我看運動量吼冇跳床按過咧。越來越有信心，越來越有信心了。我相信5-3了，應當冇乜問題。彈跳床運動大部分都泰國太極幾多啟發，而能一定認真，以有限路上游強下去訓練體能，相互加油，克服本身改變嘅16米按過，爆炒表係一場自家挑戰自家嘅運動。祝明天成功！好，
挑战你哦，行不行？用了呀？麻掉。哎，又紧张。哎呀，又兴奋又紧张。我以为又興奮又緊張哦。那要按 boy，看到嘅按果緊張哦。哎呦，卜卜棍啊！喺今日來到現場之前吼，當然對自家會有信心啦吼。哎，阿光教練 Hello，哎，你好，哥哥姐姐，亚比今年的教練，嘿，阿光教練。哦，阿光教練好。好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咱的雙拜呢已經有小小訓練一些的，雙拜係夠簡單的哦。今年我們是要挑戰最難的，有很多上盤，係咪？我們要綁5層的。係三沙來講啊，可能要有下양面就好啦。先決條件誰冇人冇按誰來人按牛啊，按下會怕啊，樹門啲按咩係腰啊。黃先生佢講佢82公斤咧，我忙70啊，噸位啊，我是讓起來。勇氣我不欠缺哦，我還是講哦，那最欠缺的還是應該是手的抓力，應該是沒有技巧，沒有很好。心理吼七上八下吼，爬幾度算幾度嘛吼。因為同學個從細從下到大吼，體力方面呢兩沙可能冇愛按好，忙啲會趴落去養地啦。你刚刚都自己穿的吗？好，我哋一下呢着裝完成呢，等下要準備5層的會上盤的吼。除了泰國太極能以外，我哋還有加油團，按到金盤後有按到同學吼，而團員能加油，你頭都按嚟看啊，對你能有信心冇？有誒，我哋團能加油一下，好不好？預備，我咪碰港水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那我們的選手們，我們要上墊子嘍。好，那教練為我們準備了2邊，對不對？我們左手邊呢是01號路線，右手邊是15號路線。不過姐姐有覺得哪裡不一樣嗎？這邊比較直，那邊直上，嘿，這邊有一點有傾有對角度，有角度，有點歪斜，對對，有稜有角。對，那感覺應該是有稜有角比較難。沒錯。但是我們15號路線的點比較大顆，比較好抓。那1號路線它的着力點比較小一點點，所以其實蠻平均的。好，那我們待會就是從女生組先開始咯。說實話，我那個時候才真正的會流汗，我手上發現有流汗了。我本來還沒有那麼緊張，一穿上那個，我反而是覺得緊張，開始要爬了。哦，所以教練都會在底下，對不對？對，幫我都會在底下幫你們做確保，所以不用擔心。如果今天你爬上去吼，到真的沒力氣的時候，你可以跟我說，教練，我想要休息。哦，好，我就會幫你把繩收到最緊，哦，讓你很安全的在上面休息。好，OK 了，對不對？對，把小燕姐拴住了，那接下來換我了，對不對？小燕姐同愛路踏好的哦，拖好的哦，俺們準備要上盤呢。小燕姐，走帶嗎？走帶，走帶哈。嘿好，教練還有什麼要吩咐的嗎？記得我們剛剛前面講過的哦，要用腳的力量把身體往上站，不要用手力量往上撐，一下就沒力了。剛才人都親力的哦。好，好，我們碰港追，加油加油加油耶！好，我們出發。好，上吧。好，好，很好哦。我看一下。哦，可以可以，藍色的藍色的，對對對，對對對，綠色很好，爬得不錯哎。我已經累了。好，兩手抓藍色。兩手抓藍色，這樣子也可以，這樣子也可以，照你的本人就可以了。很好，哎，不錯啊。好，再往上踩，對。我猛力的哦。好哦。接下來是左邊，哦，那個也可以，摸得到都可以。這好難哦。很好，很好。右邊。差不多了。處理好就可以了。不好抓哎。哇。可以，哦，可以。先上。還蠻累的。我看一加油下，，我已經2層嘍。一直爬，加油！開始爬的時候就不管了，因為沒有想那麼多，我們只是看上面的抓的點。我覺得教練說的，腳要彎下來，然後再蹬上去，我覺得我好像沒有做到。反正我只看他哪一個好抓，我就抓哪一個啊，怎麼上去自己都沒有感覺。接下來要看一下右邊的腳點哦。好，
都很好踩，可以，气喘如蛮累牛。的。加油，调整一下呼吸，不要让自己太喘哦。嘿，嘿，好，站起来你就可以摸到，很好。再来是灰色的。嘿，只知道说往上爬，然后已经过到那个，你们那个有放一个那个是摄影机是吗？我说原来我已经爬到4楼了。那我那剩下一点点，我一定要攻顶啊！对啊，嘿。左边的绿色比较好，绿白白那一颗。右脚同时要站高，才可以抓到那个绿白点。教练有点难度了。这现在要抓哪里呢？哦，这现在要抓哪里呢？好，等一下，脚不够长。好累。好，摸到那个。到顶了吗 ？OK 了吗？耶，不敢翻回去看。哦，不敢看，不敢看。不行不行不行，看。嗨，大家同学好。我老公有没有帮我加油？有哈。好 ，OK。美丽。哇。好，手放开。好，手不要抓绳子。嗨，终于挑战成功，现在不会怕了。攻上去了，终于我做到了。慢慢站起来。好，很压力嘞。哇，原来平常爬是 OK。谢谢。原来那么简单哦。原来是这样。爬上去以后呢，没有管它爬在哪一楼，反正就是继续上就对了。然后呢，上去原来感觉还不错，原来我可以。哎呦，我刚刚有那么高吗？要练 cos 啊。哦，站不起来。快到了。原来义勇也可以啊，哎呀。哦，不简单哦。看到上面变难。是啊，原来是这样。好。耶。耶。第一次也可以挑战成功。对。下来吗？周队了。周队。好。太牛哈。太累。好棒啊！你要有心情哦，你爽你挨冇爽你就撩亏了。2位男士喽。加油！快次，加油！唔是基波，天天嘞唔怕，慢慢的来，唔怕。唔怕。你老黄国刚差不多吧？对，是蓝色的。我看他们爬太简单了，我现在可以夸下海口。简单。我觉得很累。刚刚在上面是很怕，说实话，还是有。我喺果哈，讲喺果啊。你敢翻转了，然后你讲回头。加油！快要到了！加油！声音得会哦。右脚一定要踩到哦，对，这样子也可以。哇！爬上去就可以了，翻过那个蓝色箱子。好，抓好点，站起来就上去了。哎呦，到了，快到了哦！已经4层楼高了，4层楼哦。都听5层，要达标咯。加油，再一下。达标了吧？翻转来看。这个姿势漂亮。那个国光呢？好，把手放开就可以了。达标啦！60人左右，很有能力从后上那种爬壁，做唔得老贵啊！
压紧压等油没爬上去。慢慢把手放开。国光大哥也没抖哎，没抖哎，把手放开，手放开就可以了。很累哈，嘿哈，想要下来了吗？那你就继续在上面哦。哇，好棒好棒！原来我们都可以。到喽。耶！在名道在水面当的时候，感觉到说，哎呦，喊迄唔系讲难都按难。经历过今天这个，我们会想说，其实年龄不要去考虑到年龄，对，那有些东西是我们还是可以做的。哦，虽然因60人岁的啦吼，但是因吼不服老，哦，因还有像年轻人一样，啊，准备来攀岩成功，因表示讲因还走在按后上。所以人家说活到老学到老，我觉得 OK， 我们的糯米烹港炊成功。